我来介绍这十字架一寡饰品吼，来当做传福音的这个作用吼。这个是五色珠的十字架，伊会当挂伫咱的手机啊，也是爱配迄个耳塞孔吼。这配合这五色珠，配合咱总会的这个福音五要迄个字句吼。头一个咱就是讲上帝慈爱又赐福，是绿色的。黑色的代表讲罪吼，所以讲罪使人远离上帝。红色代表耶稣的保惠，吼，就是耶稣降世拯救人。白色表示讲咱得到洁净，洁净吼。安怎才当得到洁净？就是咱爱悔改相信，咱会得到救恩。黄色代表讲咱要进入荣耀的天国，所以咱爱这个来行天路，所以加入教会行天路。我有甲这5句，总写做一张书签。伊的头前句，总甲写做基督福音有5要。刷落是咱这5句，吼。上帝慈爱又赐福，绿色；罪使人远离上帝，黑色；耶稣降世拯救人，红色；悔改相信得救恩，白色。加入教会行天路，黄色。另外一项的灵感来自咱的这个圣经吼，有2条这个书签，吼，咱讲读旧约圣经读较对，新约圣经读较对。所以我有哪家做一个十字架吼。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尾我有做2种，一种就是用爱心，2颗爱心，代表爱上帝、爱人。所以咱配合讲，爱上帝、爱人，就是大的诫命。好，所以讲活出大诫命。这十字架，咱就是讲爱传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咱讲到就是讲爱完成大使命，活出大诫命，完成大使命。说实若这十字架这后壁这个，咱用恁人来讲，我有一张是这个书签，就写做讲福音真声得大单，基督十架。着紧传，今仔日这2种咱有要来送互咱的牧者同工吼，所以一人会当拣一个。过来就是咱真有迄个圣诞节的味道吼，这个恁人吼，咱嘛会当配合拄啊迄个圣经节吼，就是讲福音真声得大单，基督十架着紧传。绿色甲红色的搭配，做迄个圣诞的味道吼，所以就是讲基督的降世来拯救咱世间人安尼吼，多谢大家。